再来看台湾高山啊，已经毋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咯。有民众发现讲，最近这2冬哦，伫台东伫本温泉区的高山啊的数量是有增加的趋势。伫元旦假期哦，伫本温泉区的饭店拢客满哦。县政府嘛呼吁游客哦，有看到高山啊，就毋通去吃，避免冲突。透早，台东地区气温回温，伫通往日本来温泉唯一一条大路边，一阵台湾高山仔走出来，疑似食民众饲的食物，车辆快速通过，因也唔惊。住在咧食早顿，附近的民众讲，最近2年，这条大路上的高山仔数量变侪。不管是也走出来，全变大人无通啊食。民众讲，目前也无发生高山仔攻击路过民众的事件，也毋过会甲游客讨食物。也毋过，也有民众表示，日本温泉区的观光最近几年游客人数减少，少真侪的干扰，高山仔才会接出日。也毋过，即马元旦连续假期伫要到啊，日本温泉区的大半日达到9成，为着避免游客伫假期饲台湾高山仔造成人交冲突，官府已经设立禁止饲的告示牌，也制定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发现饲的行为会罚5000至1万的罚款。除了制作告示牌之外，那另外我们也会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时间，雇请人来呼吁民众。官府表示，出现伫日本来温泉区大路边仔的高山群，数量大约是20多只，呼吁开车、骑车经过民众爱注意车速，唔通伤紧，避免弄到规定出入的高山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